節長假期間，九巴全面加強接駁高鐵站服務。路線 W2 由觀塘直達高鐵站，最密12至15分鐘一班；路線 W3 由上水、大埔、沙田直達高鐵站，最密20分鐘一班；路線 W3 已延長服務時間。星期六及假日往高鐵站尾班車延長至晚上8點。3月28日至4月7日期間，路線 W4 來往西九文化區及高鐵站，仲會每天提供服務。西九文化區或參觀香港故宮館同樣方便。